哉，盖亦是以贤人君子，深图远虑，为彼就利，超然高举，民亦属于途中。惠卓氏之修育，比起轻主慢民，而忽于食物哉？盖亦者行止之戒，师有进攻之叹，爱神之听之而道士之然也。自我大汉，应天顺民，政治之隆，浩若阳春，辅宪坤典，仰视甘文，播黄泽以西世，扬茂化之作纯。君臣复度，各守绝贞，上垂群纳之吼，下就德，是无虚华之宠，有一行之机，灿乎门门，上此忠义。然而道有龙羽，物有心肺，有生有极，有光有翳。诸阳否于素秋，玄阴异于孟春。羲和氏而忘书系，运气逆而要凌晨。冲直不勇，还临坠败，英雄云步。豪节盖世，家侠疏义，人怀异计。故纵横者歘披其胸，居诈者战兔。其舍也。今天刚已坠，俄树西陵，披险阻之鸿归。于好绝于世人，兴武教以训俗，封酒的记名，肃明寺以乐祭，己黄道以辅真。虽智者为一，位者为分。圣人垂戒，盖君无凭。故君臣协美于朝，梨树兴待于也。动若宠归，静若迭举，汲汲伟宴。元凯之伦也，有过必之。颜子之人也，侃侃述正。然季之至也，阴阳之腾。一望之事也，总群俊之上略。韩薛氏之三季，夫张臣之秘策，故力争以情事。原化婴而不黄，岂暇休枯拓于真会？哉，然无不才，在朝累计，托身所天。兴焉世事，扼沧海之广深。高岳之高志，闻仲尼之赞商，感相效之义极。彼平重之，何耕？毕竟可而替否？故孟茂古说，时有悠羡，替求人之有采。于是吕由同之吟咏乎江畔，数以增广浮享。书立归见，若其何也，则以暗邪名，尽应灵符，如其为也。自我常分，退守己，于进退任数，不矫不污，循性乐天。夫何恨诸？此其所计入，不出。有而若无者也。辖趋势之常行，着于父之必罪，混柳记之卑等入，边夷孰之高对？何不以德？为以不失。德不克屈，失不惨迹。不乐前以固宣，不救后以律治，不郁郁以干责，不辞谦以济处。何则之事？何孙之序？何方之排？何直之入？九考不移，故其所执也。方今朝视山积，毛俊成群，游临界之前，忽巨海，毛羽之疾乎邓岭。由秦氏不畏之先，夫防真不畏之阴。且杨陵优于唐业，阴经应于商时。阳虚请而洪灾袭，桑林倒而甘泽滋。行止有道，起塞有期。我师遗训，不怨不尤。违命宫，己我又何辞？词穷路单，将反出节。纵焚点之流劳，寻孔氏之一义。坠为此以存道，仅先轨而投至。提熟悉之悠游，美书视之遐事。收止足以言归，范浩然以容易。心还独以田于免，就毁于私事。故资心之未泰，惧莫图之泥质，仍求积而增愤。寺中怀以告示，喜酒方考精于至贵。勤牙沉思于书行，削竹茶，宝以飞玉。护良脱险以留声，
其吏府必以记文，楚客前寇以保。今雍门元秦而遐说，韩哀秉佩而驰名。卢敖降乎玄缺，若是耸身于云清，于时不能其计于庶子，故乃竟然守己而自宁。景耀6年，后主从谯周之际，前时请降于邓艾，其书正所造也。明年正月，钟会作乱成都，后主东迁洛阳，时扰攘苍卒，蜀之大臣无继从者，为政及殿中都汝南张通，舍妻子单身。随事后主赖政相导一事，举动无缺，乃慨然叹息。恨之正之，晚时论加之，赐爵关内后，太史中，除安阳令，迁巴西太守。太史8年诏曰：正喜在成都，编配手艺，不为终节，即建寿、用尽心干事，有治理之机。其以正为巴西太守。咸宁4年卒。凡所著述诗论赋之属，垂100篇。评曰杜为修身引进，不义当世。数凡夷好之盖。周群战天有争，杜穷沉默甚密，诸生之纯也。许孟来李国社多闻，以墨经于左氏，虽不以得业未称，信皆一时学。是谯周辞礼渊通，魏氏硕儒，有董杨之规，细正文辞灿烂，有张蔡之风，嘉其行止。君子有取焉，二子处境事少，有属事多，故者于篇。三国志卷43属书13。黄鹂